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市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。这个园长的后生涉嫌偷袭、性侵20个小女童。民国111年接到通报，有马上来处理，但是查无证据。即摆监察院要来调查教育局甲地检署是毋是有失职。这监察院嘛来点名到台北市政府已经造成行政处分，煞无来公布到幼稚园甲嫌犯的名，是变相咧暗号着嫌犯。市长蒋万安讲，会甲中央阁来讨论一个更加明确的标准，也毋过现阶段也是遵照着过去的原则，暂时未来公布着姓名。就是这间私立的幼稚园出现低个老师甲学生囡仔性侵。虽然市府强调第一时间处理，也毋过过程出现未少证据，互监察院决定调查台北市教育局和台北市地检署敢有失职。另外，外界关心的幼稚园也有老师的名，市府以《儿少权益保障法》第69条决定唔公布，也毋过监察院无认同，拜指直接公布是倒一间幼稚园，也有老师的全名。当时指出，市府既然已经造成公布姓名甲机构名称的行政处分，而且幼稚园嘛已经伫去年停业，新闻稿说无爱对外来公布，讲市府前后的讲法无同。地使外界误解《儿少权法》69条，变相替加害人暗砍。没有配合提供相关资料，揭露让民众、让家长知道的话，变相也是等于这个犯案的狼师的帮凶哦。我们也都会配合监察院的调查，当然我们也很希望监察院、NCC、卫福部等能够共同讨论，有一个更明确的标准。意思就是暂时也未去公布，除了资讯的公开必受质疑。民进党市议员简书培也伫面册顶悬压了，事发了后，教育局到幼稚园访视2摆，一摆是为着办理准公共幼稚园，另外一摆是为着办理公安稽查。2摆集行和调查老师性侵的案件拢无关系，痛骂市府是咧推卸责任。这个教育局的回答完全就是在混淆焦点，试图要逃避责任、推卸责任哦。其实应议员要求去公布所有我们过去有到园的记录，他把它详列出来，所以这个非常清楚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所以任何的发言，我们希望都本于事实。何这个老师无足的受害人数超过20个人，甚至有600罐影片，互社会真着惊。台北市府处理的过程疑点重重。蒋万安表示，已经命令副市长督导科学处针对处理的过程全面检讨，卖赶紧提出调查报告，厘清代志的头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